对了，我一定要讲，觉得有相机的就拍没关系，录影都拍，帮我寄给 email 给阿森纳。好，拜托，你们有他的 email 吗？帮我去问一下，看看你们有没有亲戚认识他的。来喽。You didn't know I said